大师兄，二师兄，大师兄，二师兄不好啦！怎么了？师傅又被抓走了！救命！上层人质！上层人质！上层人质！上层日记。用真的是我照片，而且我这么丑。有人模仿我的面，但绝对不能模仿我俊俏容颜。哎呀，泡椒唐僧爪，火爆唐僧腰花师傅，一身宝啊！变。恐怖的大吃货。长治2年7月6日，师傅说龙有9子，长得一个赛一个的丑，饕餮是冠军。出来吧！哎呀，出来吧！怎么了？要不你把如来请来吧？真走了，你快出来吧，地上多凉啊！没事没事，去叫吧，你去叫吧。你说就一个饕餮，把你吓成这样，陛下，您怂不怂？不是你说，哎呀，快坐下吧。他太能吃了，把我家的家具都吃没了，包括我那张最爱的双人床，他都给我吃成单人床了，你让我怎么睡呀？单人床为啥就不能睡呀？单人床它不少一。你说吧，你怎么把他骗走的？那孩子不要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吗？我就给他支唐僧街去了。最近呢，天庭的城管老也收不上来租，正好让他去对付他们。啊，也对也对。唐僧街？对呀。那唐僧他们现在走到哪儿去了？也是唐僧街。这不会是他们师徒最后一难吧？陛下，我家锅上还炖着肉呢，我先走了。不是，你，哎，走过别错过啊！这里的东西都便宜，这里的东西都很贱啊！见啊，贱！等会儿再见吧啊！你说大街上都没有人，咱的钱什么时候能还上啊？贱。是啊，今天怎么这么冷清啊？他还没开张呢。哎，是不是咱的宣传片做的不行啊？是不是你露的太少了？你可拉倒吧，再露就得打码了。来一根，哎，客人往里面请，里面有唐僧肉啊，有唐僧肉。唐僧肉，唐僧肉，一条街我就吃个够。谁要再让我吃唐僧肉，逮着屁股的一顿揍。哟，你不觉得他的节奏？我觉得你对这个京腔饶舌还没有掌握它这个核。我不会被你这样的选手转身，对不起。刚好我会。哟，不能够，唐僧的屁股不能揍，这才是最好的唐僧肉。哟，给你尝尝来，请尝一尝。小龙虾没放罂粟壳，失败。尝尝这个。孙悟饭，没放地沟油，失败中的失败。尝尝这个。最要命的就是这个卡布奇诺，怎么吃有股剃须泡的味儿？其实呢是这样的，你要是觉得不好吃呢，给我们一个机会，我们再做给你吃，你说好不好呢？
机会你妹呀！你以为机会是开会啊？你说给就给啊！我得把你们像整条街的村民都一样，全给你们都吃了。我说这街上怎么没有人呢？原来都被你给吃了啊！来，弟兄们，关门放大厮守。来，爹，吃我一棒！别！我的棒子吃了，真不好吃，还不给我当牙签呢！你快把那9齿金汤拿来，快点！9齿金汤拿出去，金箍棒好吃啊！把那个月牙铲，月牙铲上的晾衣服，大师兄你上吧。我没有棒子，怂！哎呀，二师兄你上吧。我没有棒子，你怂，你去呀！我也怂嘛。冷静。其实呢，哎，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啊？好面熟啊！少套病货，我是饕餮。就是五竹告我坟的那个屁的家伙！少废话，都到我嘴里来吧！哎呀，这饕餮的肚子里怎么那么黑呢？哎，行了，师傅别怕啊。哎，你们猜我金箍棒在哪儿？哼，在你手里呗。在这儿呢。切。哎，大师兄，你把金箍棒吃了，那怎么拿出来啊？不懂就别问啊。提醒我再也不要碰这个金箍棒。行了，想怎么出去吧。头哥，找土地呀。哎，这都没有土，哪来的土地呀？我倒是有个办法，就是赶紧说呀。就是那谁呀？笔仙。我疯了！我为了出去，我找他啊！我这是3比天蓬元帅，这卷帘大将，我找他笔仙儿就比弼马温大那么一点点，我找他。你说他要来见咱们怎么来？跪着爬着来。来了见不见？不见。为什么？太小。太小。哎，这玩笑，玩笑，玩笑，纯玩笑，玩笑咋？请不请？那么多废话呢？我先来说一下啊，请笔仙是要有口诀的。口什么诀？请他念什么口诀？笔仙赶紧出来！你4位爷爷在这儿等着呢！啊，这是我天蓬元帅、卷帘大将、金蝉子转世，这是笔。二哥，你赶紧出来，出来，告诉我们怎么出去！告诉我，告诉我，告诉我，告诉我！哎，行了，见好就收吧。我来说口诀啊。敢问路在何方？路在笔下。敢问路在何方？路在笔下。来，握住我的手。笔仙，笔仙，请问我们怎么才能从饕餮的肚子里出去？哎，动了，要歇了，要歇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师傅。这是个碗。什么碗呀？那是个月亮。那是财。师傅，我们要发财，发财。哎，我觉得是吃。咱们是被饕餮吃进来的，说不定还得从原路回去。呀，吃也行，吃也行。我认为是歘，为啥呀？拿着金箍棒歘一顿干。我觉得孙悟空本身就是一难。这样吧，咱们一人能问一次。老沙你们完了，我来。来，准备。我觉得这个开头字母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笔仙，告诉我们如何出去。哎，动。我知道了，这是芸豆里面那个豆，是不是？悟空，你平时能不能多看一点书啊？那就是阿尔法、弹金头、口塞因、贝塔、口弹金头。那念啊。口弹金头是哪本经书讲的？
安的安。不，我觉得是啊。为啥？拿金箍棒，你就干。豪哥，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你问吧。那我问。要坏事儿了！啊，笔仙，告诉我们怎么出去啊！没耐心了啊！哎，动了！哎，千万不要是，千万不要是，真的是那个字！出家人绝对不能写出这么不雅的字来！哎呀，这个字为什么这么难看呀？难看算什么？还有更难听的呢。我知道了，这个是个 i， 它呢是一个拼音组合，c i 财，还是说猴哥贪财？那这也跟出去没关系啊，师傅。对呀。哦，菜，说猴哥太菜了，所以出不去。哎，我觉得不是那意思啊，我觉得是呲挨干，呲挨打怪，呲是啥呀？唰唰唰唰一顿干，啊是一顿干，这个挨是啥？就挨，也是一顿干，报销报废，我干。好了，悟空啊，你能不能别像个疯狗似的？像。为师认为呢，它是一个猜字。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，笔仙这个王八蛋居然敢玩我们！啊，我明白了，你个小笔仙儿，我们四爷找你问你怎么吹，你让我们猜啊？你算干嘛的啊？你不就是比那个弼马温稍微大那么一点点吗？啊，出来表示那么难吗？啊，你当我怕你啊？我怕你是不是？啊？猴哥，你掏金箍棒干什么呀？没事。哎，您就是美猴王吧？你骂谁王八呢？啊！昨天我说过，给了你们7天时间，到今天3天的期限已经到了。唐僧宴呢？哎，昨天给了我们7天时间，到今天3天时间已经到了，这是什么账？为了天下苍生，我一定要去。师傅这是要舍身取义啊！师傅，你肉包子打狗啊！师傅，你不是要吃唐僧宴吗？我就是。你吃了我之后，就不能再吃别人了。来吧。你就是唐僧宴？是啊。不信你看。嗨。师傅现在换衣服的速度越来越快了。哼，这不是师傅的完全体。这也太难吃了吧！这不会啊，很好吃的。我的肉很嫩，而且很白，你看。师傅，使不得！我告诉你啊，想吃我师傅没这么容易啊！我们西经还没取呢。这样，我出一个智力题，你要能猜出来，我就让你吃了我师傅。咱们一局定乾坤，一言为定。听题吧，树上7个猴，地下1个猴，总共几个猴？要不3只，要不9只。3局2胜，一言为定。好，我来。我们每个人说2句话，一句是真的，一句是假的。你要是能知道哪个是真的唐僧，就算你赢。我先来。我不是唐僧，他也不是唐僧，那个猴。我是唐僧，这个猪不是唐僧。我不是唐僧，他俩也不是唐僧。这个猴不是唐僧，我才是唐僧。假设这句话是对的，那么这句话就是错的；这句话就是错的，这句话也是错的；这句话要是错的，这句话就是对的；这句话要是对的，这句话就是错的；这句话要是错的，这句话就是对的；要是这句话要是对的，这句话就是错的。前面已经证明这句话已经错了，所以说第一个人说的这句话就是错的。我不是唐僧，这是假话，所以说唐僧一定就是这个小白脸儿。行了吧，你行换阳，来，换阳。我告诉你啊，我
我已经使用了移形换影，我们的灵魂已经互换了。你现在猜，谁才是真正的唐僧？二师兄，你说他猜得出咱们根本就没有换吗？家就演。少静，想想看，师傅平常应该怎么样呢？哎呀，我那化妆班哪儿去了呢？我平时是这样的，差不多，师傅。我平时是那样的。哎呀，我的化妆包去哪儿了？师傅演不了，我只吃那只小龙虾，就是一只。好了。啊，师傅。我是真的唐僧肉，你吃了我吗？但是请你答应我，吃了我之后，绝不要吃其他人。来吧。哎，等一下。我还有事情要跟我徒弟交代，等我一会儿。去。这个气氛有点不对劲呢。悟空，哎，师傅，过来。师傅，你呢，平时文化水平就不高，你要多看书。师傅照顾不了你了，你要照顾好你自己。师傅，你压根儿就没照顾过我。八戒，过来。八戒，你平时身体不好，就不要吃那么多。师傅照顾不了你了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师傅啊，这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呀。悟净，过来。师傅。悟净啊。啊。是不是2天没吃东西了？你还好意思问嘞？是啊。回去吧。就完了。欺骗感情。悟空。师傅。为师能求你一件事吗？你说。把方便面拿出来。不行，我珍藏了500年，我自己都舍不得吃呢。就算师傅求你了。猴哥，师傅很少求人呐，何况你是只猴啊。悟净，这是你大师兄放在胸甲里珍藏了500年的方便面，你吃了吧？好恶心的东西！师傅，这种好事你还是让给二师兄好了啊。吃了吧。这是什么味道？好歹也是口吃的。这都要抢！太好吃了，海洋的味道，这是家的味道。500年前，我还是一头小龙的时候，父母总上天去开会，官二代也吃方便面吗？留下我一个人，每天只能吃这个度日，最后只剩下了最后一袋，还被一个长毛妖怪抢走了。你们是从哪儿得到的呢？500年前，长毛妖怪。哎呀，这妖怪真是畜生，连畜生都不如！呸！500年前，人家还是只小幼龙，
犄角才长那么长，就抢人家的面。我要是如来，我一巴掌拍死他，我再压他500年。面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你就多吃一点。年前有件事呢，把你吃进去的都放出来吧。我一定放，一定放。太好了。这个面你还想吃吗？当然想了。但是没有啊。啊？那没关系，我推荐给你另外一种。老坛唐僧面。最极致的美味，其实就是故乡的味道和妈妈的手艺。圣僧哥哥，圣僧哥哥，咦，怎么没人呢？小白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圣僧哥哥呢？他们做饭去了。啊，他们自己做饭啊？我还特地的做了一道菜，想抓住圣僧哥哥的胃呢。小白，你觉着我这道菜手艺怎么样啊？就你这卖相，顶多能抓住男人的胃溃疡。注意素质！你身为龙宫五太子，你怎么能这么跟女孩子说话呢？你是怎么知道我是龙宫太子的？你是谁？我是东海龙王五太子饕餮。你是东海龙王五太子，你是西海龙王3太子。小白，我替你找到你的表弟啦！这不可能，我们龙族血统怎么可能长得像羊呢？怎么着也得像我这样啊！高大威猛，玉树临风，树大招风的。小白，我觉得你这个表弟脑袋好像溃疡了，不如我们现在去找圣僧哥哥吧。